嘿啦，看你会记，可以甲这条歌唱完好不好？哦，伊爱唱歌吼。嘿啦，看你会记。好啦，去华山鼓励一下。去华山啦，都去华山。怎样叫我放袂记？错错的滋味。怎样叫我放袂记？熟悉的气味。我想要。 你出现在彼一日，我想要回去，但我也会记，我要亲像我不离开，我要抱你安安。 对倒位去？怎样叫我放袂记？错错的滋味。怎样叫我放袂记？熟悉的气味。我想要。 我想要，但我也会记，我要亲像我不离开，我要抱你安安放开，我要请你听我。 在老对头。谢谢。这个歌。
很感动人哦。对，真的，这是含笑食堂，是台湾好戏的歌曲，含笑食堂的片尾曲哈。含笑食堂刚好在新加坡刚播，正在播映，正在播出的。对，每个星期在嘉乐台啊，每个星期每六个周日、周六、周日都有晚上9点钟晚上9点钟，对。那么这个讲的是一个诗字，慢慢的诗意体啊。对对对，所以算有点诗。探我也耳皮，很感人的戏，大家好好欣赏一下。但好戏要配上好歌，啊，不要就是大家以后会看到一个果卵灰，那以后会看到孤恋花，这个恋卵灰果卵灰，惠平小姐，为什么这款的物件是介绍的？这首歌，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。林慧萍最喜欢的一首歌，其实他是洪金瑶老师，他为了纪念他的爸爸，所以他也把他爸爸的歌重新又改编，自有再重新写词，是，所以有国语跟台语的部分。洪敬尧的爸爸叫做洪一峰老师哈，他的哥哥就是洪荣宏，对我们这个洪氏一族哦，是对音乐很有贡献，是，所以这条歌乱灰是有他爸爸的可怜乱灰才会放在里面，也有古井秘密，也有古井秘密。对，这首歌惠萍小姐最喜欢的歌，介绍给大家好吗？好，来，乱灰，来，掌声鼓励。